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要สุ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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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我是民族。我旁边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找周亚给省港茶的传人呢。阿婆，你老太家讲 hello。阿婆，我今日呢，我来福州亚嘅省港茶，香港爷孙呢会泡本颜色系嘛？系啦，会啊，好哦，刚才大家来你请爷孙呢哈。好。所以你看这个酸甘茶这么硬，得要有这个工具才有办法把它捣碎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是不是先来教观众朋友这个酸甘茶的客家话？你会讲吗？酸甘茶。哦，你看。真痛跟没有厉害感你就要用。不过一般把它拿来泡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加一点什么，让它风味可以更有层次？可以加一点柠檬，是枸杞啊，枸杞，还有龙眼干，荆棘等等的都可以。这刚好我们今天呢要教观众朋友讲另外一个单字，就是柠檬。柠檬你会吗？柠檬就是叫雷梦，没错，就是雷梦。而且呢，这个雷梦这个字呢，其实是日本语从英文那边翻过来，那我们呢再从日本语那边直接把它取用过来，所以就是叫做雷梦。当然了，小伙伴，今天呢我们要挑战一下，教观众朋友讲一整句的客家话。这句话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简单，就是呢，喝酸甘茶可以加点柠檬。那这句话你会对不对？吃酸甘茶做的产地的雷梦。吃酸甘茶做的产地的雷梦，没错，很厉害耶！吃酸甘茶做的产地的雷梦，而且啊，这个酸甘茶是越凉越久，不越甘醇哦。今天认识这个酸甘茶，真的要好好讲一下，它真的是我们客家人的智慧结晶哦，因为它制作过程非常的不容易，而且啊，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，味道就会变化很多了。当然喽，认识新的词就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酸甘茶。酸甘茶，酸甘茶。第二个呢就是柠檬，雷梦，雷梦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喝酸甘茶可以加点柠檬，吃酸甘茶做得产地的雷梦，吃酸甘茶做得产地的雷梦。哇，这样酸酸甘甘的味道，真的会让人呢。喝了很想要一口接着一口哎！好喽，我们下次再来学习新的客家话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